时要到，重点就是真心敬拜的要用心、用真实敬拜爸，因为爸是爱只互人敬拜伊。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心、用真实来敬拜。请敬拜团来传咱保罗。今日是中秋主日，咱也进入受难周。2000年前，主耶稣伊骑牛仔囝入耶路撒冷城，准备钉十字架。真侪人用外衫甲棕叶铺伫路里来欢迎，大声喊：和散那！奉主的名来往应该受称赞。所以今日咱来用《和散那》这首歌来纪念迎接主的受难。若方便，咱会请咱会当同齐起立，咱来。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之人却是上帝的大能。愿我们的生命不以别的夸口，只夸口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继续感谢的心来敬拜，也思想与神的关系。十字架上。
我信上帝，万有的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架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叫多人来受苦，正是第四排从罗伊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打坐伫端的马上帝大名。对你家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是信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我，永活大名，阿门。
是咱来体验。第34篇，我来体，咱来译。咱所听见的有时水神啊，了我手是水神啊，因为伊伫伊的面前，西长亲像真正的会样，也是像水发大地。伊无好现状，无为义。咱看伊也无好一地方，通互咱去互伊。伊是拍轻，互人放杀；是细细互咱相处着忧闷。伊是拍轻，亲像互人黄面毋看的一样。咱也无顺着伊。伊是在担当咱的忧闷，陪咱的苦痛。但是咱也因伊受苦快，互相配合，搁受苦楚。总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为着咱的过失受害。伊担当刑罚，咱得着平安。伊受刑罚，咱得着平好。咱若亲像羊迷路，要我还咱像人的罪路为你伸手。就是压迫有着佫艰苦，抑佫无开喙。伊亲像羊仔牵到树下的地。我亲像羊伫监门的人的面前无出声。是安尼无开喙。因为压迫甲审判受处气。伊的世代之所未受着应许我人的受真主，但是因为我过去的罪过受害。伊虽然无惊风暴，喙也无诡诈，也故伊的死甲太阳同无，也甲妇人同共。伊放杀性命到死，伊也立伫罪犯的中间。总是担当罪人的罪，搁替罪犯祈祷。这是咱当心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伊是咱所的主力。阮用谦卑、感恩、敬畏的心来到伫主的面前。阮伫这个所在来思考，主耶稣基督，为着阮的罪来成就你的救恩。伫主，你定是日家的每一日岁，若显明主，你对阮的疼。求主你啊，我无停留伫感动对主你的牺牲，佫会当立志来面对着主你的骹业。通过主你的疼，互阮即个疼会当疼满周围的人，互主你的福音会当传递每一个所在。阮伫即个所在来为着阮的国家的领导者，互因有智慧，会当建立一个和平甲公义的国家，互阮的社会会当和谐，阮每一个家庭会当建立伫基督化的家庭。阮个人伫阮的身躯顶有神心灵的软弱，求主你搁一遍来安慰阮，经过阮的信仰，互阮伫上软弱的时阵，会当亲身体会着主你的疼，甲主你的看顾。即时叫做人运转伫即个所在，通过阮的事故，你的话，甲借着蔡长的喙，讲出你的教示，互每一个人拢会当明白主你的话，诚做阮伫阮生命的存折，会当合主你的旨意来行。阮的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今日咱唱圣歌对来学咯。你的家是绝不在。
记载伫，即是咱把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7章46节到56节。46节，差不多3点，耶稣大声嗷叫讲：一日，拉玛撒哥达尼，就是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啥事放伫我？边头徛的有人听见就讲，伊咧叫伊利亚。中间一人即时走去，摕海龙浸醋，下伫路底仔尾，互伊试。伊咧讲，请问看伊利亚来救伊也无？耶稣搁大声嗷叫，就转去。忽然，殿内的墙对殿到下裂做两边，地动石盘裂，望开，已经伫困的信徒，伊的身躯坐起来，对伊的望出到耶稣骨仔了后，伊就圣城出声伫人，百种甲三甲固守耶稣的，看见地动甲所经过的事，不只惊，讲即个果然是上帝的囝。有福人伫遐远咧看，尤其是对加利利跟对耶稣来服侍伊的，对中有摩达拉的玛利亚，甲顾约瑟的老母玛利亚，甲西比地囝的老母。即是咱请蔡基落来见到，今日主题是住风殿的时阵，你伫对。下面平安，平安到较水无？今日变到水，我今日要行迄个美丽节比赛，美丽节你若咧听直播的时阵吼，你会记住我要甲你比赛。咱普通年纪拢我会教吼，我今日因为挂头套，所以来我电话。美丽节全部较紧好起来。感谢主，我昨到5点外的时阵是讲囡仔安尼甲腹肚出去规日，我甲带去公园安尼，带咧坐人咧，老人无拢咧坐安尼，带咧编的迄，迄个囡仔坐去甲编起了，伊无水准来放手，我全给拍起来。我是足烦恼，讲伊烦恼伊规面拢血。啊，然后感谢主吼，到上面仔了后，目睭红啊，你知影目睭红就是安怎手就乌啊，结果好佳才到去点去啊，安尼看起来水水啦吼，袂歹看诶。我大招你若袂吼，你这份感谢主，伫虽然少的时阵，我一直咧想讲，我一直要买鸡肉镜，我三鸡肉镜拢找无。啊！咧讲规冬一直要买，上帝都无法买。有当时啊，感觉讲有时间啊去，到那边眼镜行讲，啊，伊今仔无营业。结果讲即个我才讲啊，好佳哉我无挂目镜，啊，我挂目镜，今仔你无看着我的目睭啊。所以讲上帝拢有伊真奇妙的所在，伊是啊，就互咱知影咱心内艰苦。比如讲，我看到州长落起来，州长落入来的时阵，我就有感觉，伫咱教会内面，是咱一家伙人。我说迄才坐祈祷的时阵，我看才坐目睭紧。伫咱即个时阵，耶稣受定的时阵，你伫哪里？你伫倒位？耶稣受定的时候，你在哪里？我们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只跟上帝讲说，明天让我眼睛看得到而已。看得到因为我已经没有眼镜了，所以眼睛再看不到，我连用 PowerPoint 我都不知道我讲到哪边。但是没关系，我只要问各位一个问题：谁陪主定十字架？上帝耶稣定是物件啊！你讲我，你唔通讲我呢？啊，2000几当前的代志，甲我哪有关呢？对无？天和姐、美和姐有关系嘛吼？咱美和姐嘛甲我顶头，有关系啊！耶稣今仔三甲做伙，一礼拜五是受难日，今仔日是章求主日，今仔日咱都在话何山呐，何山呐，至宽的上帝，何山呐，何山呐，至高的上帝，耶稣要做王进入耶路撒冷，还几天？4天，定他在十字架，我们就要做这种事了，我经常在做这种事。那干嘛咱信上帝？有当时咱对上帝无信心呢？
我想着是安怎我才比别人较艰苦？我为什么比别人更痛苦呢？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耶稣在谁跟随我在招他的门徒，他刚好在海边有看到2艘船，他先看到彼得跟他的弟兄安德烈，其实那是第2次了，安德烈人非常好，所以很多我们用安德烈做他的名字。安德烈一个下网抓鱼抓，有没有抓到？没有捉到鱼呀、但是耶稣说：“啊，你抓无鱼哦，我甲拍水深之处。”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说，水深之处是得救的一个盼望。最深的所在是得救的一个望啊，望拍落，结果安怎？哎呦，抓袂了啊！抓讲起来哦，隔壁的主人做伙来了。可是我们再看到另外一对父子，西比泰的儿子，这个囝，国家约翰，因是拍完拍了后呢，拄仔咧整理鱼，结果伊随对耶稣拜别他的父亲，足趣味。圣经咧记载每一句话拢足趣味，伊无讲拜别母亲哈，拜别他的父亲，真正对耶稣。耶稣伫家里离开去伫遐传道，伫遐传道的时阵，然后伊行一行一行，有行到出世的伫遐中大的拿撒勒，人讲拿撒勒人耶稣嘛。结果伊到拿撒勒，逐个足欢迎的吼，拍鼓、放鞭炮，有无？没有呢。那另外大兄哄了，对破主到位，来拢叫后尾啊！啊，你即摆创啥？伊讲我即摆做红咧做牧师，伫北港教会。后尾啊！即个细汉无啥读册，哪会做牧师？咱定定看无起咱家己人咧。毋通讲圣经讲先知伫本乡无受欢迎，先知在我们本地不受欢迎啦。现在我们里面的人突然找到来诗经，请你来讲道，诗经怎么会讲道？应该念神学的人才会讲道。我们往往看不起人，可在我的眼中，我看到你了。每个人都像天使，每个人都是尊君的祭司，大家都是上帝所欢喜的。只要你按照圣经，按照正义来解，从着圣经所你读了，照圣经认真来讲，上帝道理，迄对上帝所爱啊。所以讲耶稣伫家己传到米拿撒勒，因虽然无爱讲是耶稣的传道是足受大家欢迎啊。所以我足惊目睭红，因为受欢迎目睭有人会红嘛，对无？我伫撒人个经学书，看到耶稣这么会传道，遮侪人跟对伊，目睭就红啊。来耶稣讲来，不要紧，你咱小较远咧，咱莫惊人起冲突。伊被抓过了，伊迄对呢，咱讲咱咧家己迄边，都去到迄边的时阵哦，有人听着啊呢，好，竟然迄个耶稣哦，要住喺家己迄边哦，传道理啦，咱爱来听啦，结果煞愈侪人啦，逢灾颠倒愈侪人，哇，一大堆人啊！耶稣看到遮个人，心足感动，讲哎呦啊，恁安尼对道理毋惊暴风落雨，敢原来昨暝有落雨无？有落雨呢。我想来讲吼，毋通落雨大地雨有，但是咱袂用来无方便啊。上帝无落雨，当然是会晓祈祷无关系，咱400、800过来讲今仔日落雨。总之，咱嘛希望讲有落雨的时阵，咱嘛是照常来调祭上帝。这个人当你是到要暗的时阵哦，先生啊，互因做食饭啦，无卖赴啊啦，给他们回去吃饭啦。这么晚了，我们再买也买不到这么多的粮食，何况那地下地方康，那地下康康。就耶稣说，你们去找东西给他们吃啊。一句话这么简单哦，怎么可能？安德烈找了5饼2鱼，这个故事我们听了好几次，也就是说，在不可能的地方，耶稣终究会让它变成。我们要知道，谁陪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受难前，今天是中式主日。如果说2000多年前的今天，大家一定，神啊，把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啊，拿了中
中日在以色列是一个非常盛大的迎接君王进来啊，看到耶稣骑着驴驹进来，哇，好山呐，好山呐，他要做王喽，要起义喽，像马加比革命一样哦，他要打败罗马人。耶稣有没有讲话？没有讲一句话，他仍然让他们欢呼。旧约里面有讲，弥赛亚真的进城会受到放逐。等到他进城之后，你现在这一批人哦，同批人哦，我刚才讲过了，4天以后讲什么话？你们比了跟我讲，恁来我头放这一个是这个疤咧，疤大十个呢，还是耶稣？他们那个节期的时候有一个观念，就是有一个罪犯，他们可以赦免。耶稣既然就讲遐这时头拢讲伊是罪犯，无干掠去审判，审判的时阵，比了都想讲，咱们太太就讲，这人是义人哦，做嘛甲讲嘛哦，所以这个人是义人呢。所以讲吼，我口仔问落嘛，大家一定想讲放耶稣，这大十个啊，陈进兴啊，伫北捷的啊，咧带太阳开遐济个啊，问落结果，结果是什么？开始耶稣，开始耶稣，等于就是预计，阮选耶稣，得耶稣就是预计。遐举手的人吼，你注意来看吼，举好山啊，遐也是共款人啊。咱常常到遮学了耶稣吼，学了超无超过4日啊，不过耶稣甲你点互死。咱讲咱一切交代耶稣，阮一切交代耶稣，但是无甲4日就讲耶稣，你来对我遐歹啦。我昨暝人要问我说，耶稣明仔日我讲到你今仔互我讲着头，我昨暝还佫无一直留吼，我就一直无去，啊遮下头去目睭，说讲吼，明仔留去目睭，明仔载讲到目睭要去摕呢，到放袂落来，打咧嫌伊啊，佫来袂烦恼啊。本来我爱头日讲讲要拢太拍是袂惊咯，看阮借起来，我袂啦，我若讲到咧头我就袂讲啊，讲到了就发达来讲了。相对是耶稣本身。你真了，啥物时阵耶稣是要为着咱替咱受死呢？结果问主做啥物代志？哎呦，我要做上帝，我要做老大。耶稣，你荣耀的时候，让我做你，一个做你左边，一个做你右边，我要当老大。他们在那争老大。然后耶稣在被钉十字架是谁陪伴他呢？我们再来看这句话，你熟不熟？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这句话熟不熟？这从圣经里面的创世纪里面就有这句话。当初亚当跟夏娃有荣耀的身体，他们虽然没有穿衣服，可是不觉得羞耻，因为他们荣耀的身体在园里面好快乐的生活。突然吃了善恶果以后，假谁能够选给他讲，你吃了善恶果，你会什么？死。不会啦，撒旦说怎么可能？他就是怕你太聪明啦，伊惊你食迄个聪明药啦。袂啦，袂死啦，你做你甲食啦，你甲食你就知，食讲哦，下午好好吃哦，亚当啊，你给你吃，好好吃哦。等吃完以后眼睛亮，所以眼睛亮，它的意思是什么？突然那个荣耀的身体没有，成了罪人的身体，成了肉体，成了一般人的肉体，成了罪人的身体。然后突然看到2个人赤身裸体呀、去照那个无花果的树叶遮起来，那躲起来，天起凉风，上帝在那边，你知道？你觉得上帝知道他在哪里吗？上帝当然知道他在哪里嘛，他知道这亚当夏娃已经躲起来，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果嘛，可是上帝还是问他这一句话：亚当你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帝也会问你哦，上帝也会问你哦，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们有时候接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跟上帝讲说：上帝不要叫我啦，不要找他啦，找别人。我找别人啦，无你你去找迄个德医兄，德医兄从美国倒来尔，你过来伊就要搁对美国找德医兄啦。上帝找你在哪里？找你们每一个人呢？你在哪里？讲这你在哪里的时候，其实上帝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问呢？他说你
以后会劳动，使但这段时间让你有悔改的机会。但是我本身会为你的罪而受死。所以第二个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死。所以上帝这是你在哪里？这句话是什么？是一个审问，是一个启发，是引导式的。你在哪里？他需要亚当知道他错了。上帝，我真的不听你的话，我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基督教一直在讲认罪悔改，你在哪里？但是以色列人啊，他说罗马统治的时候，他们在找圣经，我们念圣经啊，很容易小心啊，我们今天找圣经是符合我要的，不是符合真本圣经的意思。圣经里面所讲啊，圣经里面所讲说，哎，在创世纪里面就讲说，以后啊会有一个弥赛亚，这些弥赛亚万民都必归顺啊。在民书记里面啊，会讲说这个弥赛亚要出雅各啊，在你们以色列族要有弥赛亚，会打败所有的民族啊。罗马人根本不登记，弥赛亚来就会赢他们了。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大先知书里面特别讲说什么？有个婴儿诞生哎，这个婴儿会成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呢，也叫做因奇妙的魔术，专门的上帝永远伫地被和平的人君呐、哇，这弥赛亚好伟大、啊，所以我们接着弥赛亚，哇，就来做王啊！所以你看呐、啊，好山呐、啊，好山呐、啊，好山呐、啊，哇，要做王喽！今天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可是你可以想象当时的人看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那骑着驴驹，啊，要来做王了，啊，好棒哦，哇！就像我们最近哈、听说有上个礼拜我跟一个神经科的医生在那边，他突然在我们这边约去在聊天，他最近病患增加很多，是为什么？说股市洗三五秒。川普一来，听说又跌了好几天，最后涨了好几天，所以大家神经都有点错乱，有很多人开始去看精神病。那么痛苦干什么？你要信上帝，你就不会烦恼这些东西呀、可是他们都忘掉，在旧约圣经里面讲的这么的清楚，他会被自己的门徒所出卖，他会被审判，他会被判刑，他会被杀，然后他会罪犯同牧，他也会为罪犯祷告。更重要的是什么？他为赎罪来死掉。他们都把它忘掉了，他们选择他们喜欢的。台湾现在也面临什么？选择自己喜欢的。年轻话我们都说有一句话，以前我们小时候没有，现在都有，叫做同温层，叫做铁粉。你做的菜不好，我认为你对；你做的再好，我认为你不对。所以蔡崇义有很多要骂蔡崇义铁粉。谢谢你们哈、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完人，我是个罪人，你尽量骂我几乎你们如果在报纸所看的那些大新闻写说，监察院指出，要保证是蔡崇义写的，而且是某个报道系统绝对不会把蔡崇义名字出来，因为那个案子很大，办的人怎么可能是蔡崇义呢？所以就干脆写监察院，有没有关系？那有什么关系？你本来就是做你应该做的事情而已啊，不写更好。所以我当时临在西安开个记者会哦，没想到满满的来，那个记者整个的，有的记者跑到前面来坐得满满的，大家都吓一跳，连那个大炮都好几只，我自己也吓一跳。我说这么夸张吗？别人记者会大概是一两只大炮就很多了，为什么你那么多比立完的那些人还多？他们说一天到蔡总一开记者会，一定是什么大问题，以后我就不敢再开记者会。我就发个新闻稿啊，或者说点都不发、啊，看你们怎么样。因为我做的事情是为国家做的，我做的是用我的良心做，我为了维持社会的正义，我又不是要出名。你们骂我也没关系，如果你们高兴的话，从那个直播开始，每天来骂我一句话，我也很高兴。你越骂我，我觉得我的荣耀越大。上帝喜欢受苦的人呐、啊，所以相对的，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一个都应验啊。可是相信吗？不相信。今天我们有一个家族是叶长老的家族去土耳其，土耳其是当初保罗传教的地方呢。小亚细亚的7个教会都在土耳其。你发现土耳其是基督教徒很多吗？有没有？废话没有哦。土耳其基督教才5%。
都是伊斯兰教啊，可怕啊！怎么会这样？因为信耶稣真的是感觉上就像那个免费的门票，一个音乐会，如果你有送门票的，不要钱，不要钱，这些门票给你不要钱，无人要去看啦，无人要去听啦。就像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小提琴家，在那个地铁的门口在那边拉小提琴，他说那一天总收入大家捐给他的总共$10。那天晚上他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一张门票多少？超过$1000。他拉了整天不到他门票的1/1。那个免费的其实那个免钱上贵，我们经常有时候免费，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给你的，可是你珍惜吗？无钱的啊，这绝对无好的啦，钱越多越好。这张门票如果是周杰伦演唱会，一张门票4万块，大家收手。蔡崇义演唱会3年你都无要去，搁讲叫甲你讲去你都无要去。那阿叔我就会去啊，但相对我们本身这不珍惜那种白白的，上帝本来在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他就是给你们伊甸园说，吃什么都不要钱呢，都很好你管你在里面生活很快乐亚当有珍惜吗？教会有珍惜吗？没有嘛，他反而珍惜，想说跟上帝一样聪明。我们人经常会这样，给你太安逸的生活，你反而觉得说，这个生活太无聊了，要找一些刺激的，然后之后才后悔，说上帝我错了。我们知道这个礼拜是受难周吗？这是中式主日那个高高在上的和珊那4天以后变成钉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你在哪里？耶稣被钉十字架，你在哪里？有跟他一同的心一起在高举，是谁在陪伴耶稣啊？从主事中，我们所看到下面经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些妇女是远远的在观看着。那这些人在陪这个妇女的，那跟随这些妇女不是今天钉十字架才去是耶稣从加利利开始传道以后，就跟随着耶稣，拿出自己的所有去跟随着耶稣。你觉得那个很简单3年，有人说3年半，其实3年半是从那个受洗开始，如果真正传道是3年。3年来，他们一步一趋跟随着耶稣，不出名供给后辈，看他们的需要。那个时代妇女，那个时代道路又不好，你想想看，这些妇女受的苦，记载都是男士出名都是你们这些男人的姓名，真正女人的名字出现的少之又少真正值得赞美是这些妇女所以诗篇说那些传福音的妇女成大群姐妹，所有的传福音、教会的工作，姐妹，对不起，这些弟兄们，我跟你们抱歉，姐妹真的是我们教会的中间，姐妹们真的是教会的宝贝。我们的姐妹们真的是让我觉得，我从以前到现在，从旧约到现在，我都觉得姐妹们真是教会的耶稣基督最爱、最爱、最爱的，因为他们为主流泪。那个时代，你要叫他餐风露宿，提供金钱，就这样陪伴着，默默的陪伴，那才是伟大，陪伴才是真正的伟大。那十字架下面，耶稣刚才讲那个十字架七言里面第3句讲什么？约翰，看你的母亲母亲看你儿子，下次母亲节我们要特别再讲这件事情。门徒里面扫把你扣他听不？跑啦！否则的话，最起码远远的连那个上暗声彼得上帝人的站，只有我不会走。门徒说，我们都跟你在一起。讲话大家都很会讲结果谁跑走？门徒还不是走彼得几次不认耶稣？3次了。所以没暗声，我们就要看看这个图。这个图也就是说你们去土耳其就经过这些地方，没有，不是土耳其是后面的，
是彼得，那是保罗传教的地方，是叙利亚跟那个叙利亚上面的土耳其那个地方刚好是保罗传教的地方。他们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是175公里，那么175公里，如果真的要走到5天就走到了嘛？不是他要到旁边去，这样来来回回绕了好几次。你想想看，3年里面这些妇女就是跟着耶稣，那他去住那个5星级的旅馆没有呢，餐风露宿，到哪边睡到哪里，随便铺一铺就这样睡觉。3年来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都是这些妇女跟随着耶稣，然后呢，也提供他们的需要。耶稣你专心讲道，没有钱煮饭，我替你们煮，钱哪里来？从家里自己拿来。然后在十字架里面跟随到十字架里面，圣经所记载的也是这些妇女门徒里面只有一个他所爱的约翰。之后到耶稣死到在坟墓里面，那个马大拉的玛利亚，马大拉的玛利亚，就是有7个鬼叫耶稣赶出去的，从头到尾，耶稣甲赶鬼出去了，对伊头到尾对到尾，到甚至耶稣死嘛，去耶稣去甲去看耶稣一个学生，去个西门，将伊的梦让耶稣，迄个是好嘢啦，毋知讲食醋啦，但梦让耶稣了。伊搁摕耶稣抹油呢，然后过转去了，伊搁摕油要去甲耶稣抹，3日后搁要甲耶稣抹，耶稣搁我，所以耶稣搁我第一个看到耶稣搁我第一个人是谁？目带了的玛利亚，不是彼得不是门徒是目带了的玛利亚。你说这耶稣怎么会显现给这个罪人？他是罪人，那你呢？那我呢？我觉得在马大拉的玛利亚在我的心目中比我高贵太多，比我好太多了。我们所看到的，耶稣受殿的时候，你在哪里？我问你们这句话，你呢？挺身而出。对，你们这样做不对，我就挺身而出。我们先不谈政治而且呢，大败大成功。可是做事情的时候，我挺身而出。我在监察院，我自己敢讲，很多事情都是我查的那些答案。张陆轩，反正如果这个播出去监察院的话，可以抗议。没有人办案比我多，没有人做那个比我多。但是从来不出名。为什么？为上帝而做，又不是为你个人。但相对的，你会挺身而出吗？在我们现在弟兄姐妹们，他在受苦的时候，你有挺身而出吗？我们有研修带刀我们有时候为这些弟兄姐妹们在受苦、在治疗、破戒，比如条件听，我那时候条件我就唔甘的呢。迄是我所疼的兄弟，恁来讲我会捌字的，大家化疗，装备无顺，大家斗上厝，你心袂疼你心是石的，石头做的吗？你不会痛很痛那只能做什么？祷告上帝我真没法，上帝求你。然后丽香姐的哥哥荣玉兄虽然没有信主，可是丽香姐，她为了她的哥哥，你看她那个尽心从云林到那个辅仁医院，到那个台大医院，她这样一步一步，然后她的祷告，每天都跟我在分享她的祷告完全相信上帝的作为，这才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行为你有挺身而出，还是怎么样？冷眼旁观，反正没关系都有人会去做。怕什么？有人会去做。我们有时候大声喊，甚至钉他在十字架，不但冷眼旁观，钉他在十字架，你不要忘记，和尚也是你喊的呢。荣耀主，荣耀主，钉他在十字架也是你喊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是不是真正为耶稣而做？你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你是真正伫耶稣基督徒？我迄日读到一个文章是李凯文宣教师，迄是著名一个传道师，足认真足奉的。伊读即句话时，我手干插着。其实我迄暝
一直讲一句话，伊讲耶稣的冤案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真面目。其实我们人类社会经常没有看到真面目啊。能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史书都是那些胜者所写的，那些其他写的那些流寇不好的坏人，真的吗？真的吗？蔡崇义那时候要当监察院的副院长，有没有被东西进来？我不讲，黑函多少，多得一塌糊涂，理由是什么？已经红了啦。所以我很担心，不要过就好了。那监察院没有院长怎么办？管他，给他去留2年，博士下岗了就好。所以相对的，他写的这句话，我们一直用文明来包装以大欺小啊。你们感觉这句话很熟？我当下靠权势的人比较有靠宽谁要势力人，我讲的话拢对，只要那个官大啊，讲话都是真理。敢是安尼？是真的这样吗？以大欺小，我看就这样啊。为什么现在我们对霸凌那么注重？真正以大欺小太多了吧？那很多人习惯什么？冷眼旁观，还好哦，伤口撒盐。这是我体会很深的啊，我体会非常深，尤其在我后面，我真的体会非常的深，而且还要找借口去掩饰自己耶。最重要的这一句话，甚至用信仰都可以变成借口。我从来不敢讲我的信仰，可是我发觉到说，把信仰挂在口头上，都是那些打麻将的某些老师。信仰，你信仰不好，不管你成绩好不好，我就把你打最低分，因为你信仰不好。为什么信仰不好？谁叫你是正式的？正式的怎么？我什么都不是，我才如果用教育部来讲，我才高中毕业。我当然要把你打不好，用信仰做借口。凯文宣教师就感受很深，所以他就自己出来自由传教。他说他实在受不了这个体制，法律上跟监学士那么多，所以有我们的肢体在逼迫患难，在患难之中他的痛苦，你体会到吗？你真的有体会到我们弟兄姐妹们在受苦吗？其实我们弟兄姐妹们有很多身体上不舒服的，尤其讲比较白的，就身体不舒服的。你有体会到你真的每天为他祷告吗？你能不能花一些时间，每一天，不管你走路躺着怎么样，你为他们祷告，这种祷告力量是大的，借助他的痛苦我们天父姐啊，为了骨头开刀啊，你看我到现在还每天替你祷告，不要忘记，因为你是我们的宝贝，不是你全部都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有没有他们的爱好是他们流泪，你真的有听到吗？他们在痛苦的声音中，你有听到吗？有一个联合国，他自己本身这个 Kayla Muller， 他是一个人权的那个使者，也就是他的生活条件很好哦。可是他从亚利桑那大学毕业以后，他投入这些难民的拯救工作，他到了好多的地方。就刚好因为你们去土耳其，那时候叙利亚的那个阿塞德发动了阿拉伯之春的大战，好多难民就开始流离失所。这些难民流离失所，找了好多的那个穆勒就是觉得说，我应该尽我的力量去拯救他们。可是我力量很微薄，他就去像爸爸妈妈他们家都那个有钱的亲戚啦，他的教会里面就去募款，募了好多款，就投入这些难民，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在出来募款，在教会做见证，他讲过一句话，有一个小女孩就问他：“阿姨阿姨，我们在受难的时候 ，Where are the world？ 世界在哪里呀？我们在受难，世界听到吗？耶稣受难，你在哪里呀？我们兄弟姐妹受难，在痛苦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哪里？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 ？Where you are？ 你在哪里？为了这种 Christ， 在
耶稣受钉的时候，你在那里；当他在创伤、在痛苦的时候，你在哪里？有一个新主，他之后到美国去，之后到土耳其，他在他的教会，在那边教会合作，他募了很多的款，进入土耳其里面去跟土耳其，因为叙利亚，土耳其下面就是叙利亚，所以叙利亚发生动乱以后，他们就往上跑，就到土耳其。你不发现这个路线很熟吗？其实我们每次在看这个路线，有时候觉得说，上帝真的爱开玩笑。你知道保罗先知的传道旅行吗？有人说3次，有人说4次。保罗先知传道旅行跟现在难民逃难的路线是一样的。保罗就从叙利亚到土耳其去传教，土耳其是小亚细亚有7间教会，有没有？启示录里面写了7间教会。那么从叙利亚这样上去土耳其，这保罗传教的路线啊。安提阿在土耳其，基督徒从安提阿开始啊。土耳其你们现在大概，土耳其大概剩下比较完整的，大概剩下我没有去过哈，我是看那个记载，大概剩下士米拿的教会比较整个比较完整，其他都是剩下那个柱子而已。哎，会不会你们有没有去看7间教会？没有，好，你跟你学在。有啦吼，有看到士米拿教会吗？士米拿教会其实是最完整的教会，其他都是柱子。以弗所教会是最有名的教会，那个约翰就在以弗所教会最有名的教会。说到约翰，他本来脾气非常暴躁哦，所以耶稣把他取名叫雷子，暴躁，脾气很不好。可是你看他最后，他是叫做爱的天使。他不管约翰福音，他所写的约翰3书，他在拔摩海岛里面受放逐所写的启示录，写的都是什么？爱。有一个记载，我每次听完我都很感动。今天虽然我化妆的比较漂亮，可是我经常在讲这个事情，我能不能跟约翰一样？约翰临死前，他的信徒把他用担架抬着到讲台讲道。约翰最后的讲道是讲说，小子啊，他老了嘛，信徒里面只有他一个人还活着，其他人大概都受了死。小子啊，你们要彼此相爱，爱是从父而来。你们要彼此相爱。他到死之前，人家用担架把他抬上去讲道，他讲的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最后的讲道是彼此相爱。我们有没有办法到死之前，仍然说主啊，让我尽最后一份的力量，做最后的一件事情？现在各位把你们的前面都有一个圣诗88首，请你把它翻开。这88首里面，这是一首。主耶稣受定的时阵，你有伫遐无？你有伫遐无？主耶稣受定，你有伫遐无 ？Where you are when they crucified my Lord? When they crucified my Lord? 你个定耶稣的时间，你敢有伫遐？我讲我都较久的代志啊，耶稣真啊伫呢，你敢有伫遐？耶稣受难的时阵，你无伫在场，但是耶稣还搁咧受定，你敢有伫遐？你有在那里吗？所以他当时里面说耶稣受定，你有伫遐无？你有伫遐无？耶稣用钉手，你有伫遐无？上帝嘛是即句话，每一摆若唱到即句，就讲唱无啥会落。啊，这个事吼我感真着惊，我会讲是颤抖啊，又不是 tremble。我颤抖，耶稣受定，那种激动，我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逃开呢？我怎么只是冷眼旁观呢？我有没有在那里呀？主受定的时候，你有没有在那里面对苦难？我们若不回到十字架的前面，那我们的没有回到耶稣前面的苦难怎么度过呢？
所有一切的苦难都要回到十字架的前面，给耶稣替我们赎罪。他忍受最痛苦的，他是无罪以无罪人的身份去忍受最痛苦，为了你，为了我。我们礼拜三受难日的祷告会是很安静的一个静默的祷告会，为什么？陪伴耶稣，陪伴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你们真的是要陪伴？如果我们不陪伴耶稣，你有力量撑下去吗？其实很多的事情我们会很痛苦，我没有力量撑下去。最主要是受定的时候那句话 ，tremble tremble tremble， 颤抖颤抖颤抖，丢惊丢惊丢惊。你真正有丢惊无？潘霍华牧师，也当到普林斯顿大学这道修，就他回去，他说主耶稣基督是在集中营受难。我要回去集中营跟他在一起，所以潘霍华牧师追随基督那本书里面就有特别写到他在临终的祷告。他说他临终祷告是要学习耶稣，耶稣是什么？不是跟那些有名的企业家在一起啊，不是跟有钱人在一起，耶稣是跟世上穷人以及被遗弃的人受什么酷刑？耶稣不是死了以后就那随便，我们都是打那个迷药，让嘣一声死掉，不是，他是在钉十字架最残酷的刑，受到酷刑，所以他要被绞刑，他是被绞刑。要绞刑之前，然后呢，你对我有什么话要说没有？他说你记得帮我传这句话，我的结局就今天我要死掉，是我生命的开始。我希望我们也知道，我的结局是生命的开始。我希望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结局是生命的开始。所以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主受定，主受定修，你有伫遐无？现在先从电话关掉，唱到第三段的时阵，咱再开电话。即第一段的时阵，请咱挂歌词，一面想看卖，就咱请圣乐队来唱。来，对这个孩子来。
兄姐妹在受难、在痛苦的时候、在患病的时候，你有没有在那里？我们有没有跟耶稣同定十字架，同死同复活？亲爱的主耶稣，求你照顾着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知道，我们愿意跟你一同受定，一同复活。主荣耀的身体，你荣耀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当大官，而是你荣耀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荣耀，跟你在一起。我们上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时咱请结束来事件。上言387首，上言煞咱请蔡长老来宣告。愿我们弟兄姐妹们有患难的时候，主你的十字架替他们担当，一切的苦难，一切的忧闷，一切的烦恼，一切的痛苦，我们都一起承担。愿圣父、圣子、圣灵永远跟你在一起。愿白囝圣神，今日三个最会对这时一到永世来无所。阿妹。阿妹。这是我来报告。中乡，你走小好，头一个新朋友来吼，你先走。
咱来看后礼拜使用者惨咱来治吼，有关防疫报告、防疫部分，若是出入，咱才向相关的中心来订正。今日下昼1点吼，咱有请蔡明哲弟兄吼，来分享伊伫马扫365天的故事啦吼，咱会当留下来听安尼。4月18，也是即礼拜拜五暗时8点，咱是实验日的晚祷会啦吼，咱希望会当较侪兄弟来伫即个所在来做一个祈祷、代祷啦吼，来当头蔡长老讲的，主耶稣基督了加死的时阵，咱才来做伙陪伴安尼。4月7，咱福利团体有请张英雄啦吼，来伫遮来分享伊的见证安尼，咱希望当伫个所在大家来参加安尼。今日赶快有小组的分享，以上报告。即是咱请圣国队来做祝福的诗歌啦。17章的部分，它是就是17章，这个进度17章到18章的部分，其实都还是在就是耶稣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的一些教导，还有他遇到一些事情。那19章就是刚好配合我们今天主耶稣，就是他从耶利哥在他的耶利哥有一个插曲，就是有撒该的，他到撒该他们家去过夜，然后他就从耶利哥进耶路撒冷，然后那到19章他就是那后来其实这个后来我们都可以对照就是其他福音书，就是在讲到耶稣进耶路撒冷后，就是他先去洁净圣殿，然后之后他在就是接下来这几天大概3天都在圣殿，就是一样在讲道，然后就有一些教导，那然后就遇到祭司长跟文士，他就去挑战耶稣，就是问说耶稣你的权柄哪里来啊？然后又派就是类似安排演
天戏啊，就是说去问耶稣，哎，那要不要纳税给凯撒啊这样子啊？然后另外还有那个撒都该人也问说，哎，耶稣那个复活的事情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是说都是在他们这些所谓的质问哦，都是挑战，真的是非常的无厘头哦。其实有真的去那个呃，也就是他背后一些那个背景啊，哦，就可以发现这是很无厘头这样。那但是耶稣都靠着他的智慧跟权柄一一的驳斥。那然后那这是整个今天整个那个大概的经过。那但是刚刚讲到这个耶稣在17章18章的部分，有很重要的提醒是讲到那个神国什么时候来到，那我们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心态哦。那讲到那个就是说，神国来的时候是那个那真的是迅雷不及掩耳哦，就是他说我们可能就是不能对所有事情在世上，他那时候讲说那个，两个人在推磨墨，那有一个就被取走了，然后还有一个还有说那个，你在屋顶上工作，那被那个日子到了之后，你不要还要想说，我家里什么东西没有拿，我要回家去拿，都来不及了。那就是要我们做好这个建筑的准备，随时随地要警醒，然后对世上的很多事情，不能眷恋。他就又举那个罗德的妻子为例。那18章的部分讲到那个祷告，他又一直在重复这个事情嘛，就是在讲到祷告不灰心，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借着那个年轻的财主来问耶稣，不要跟随耶稣嘛，那也是一样，再一次强调，就是说对世上的那个财富不要眷恋。那刚才19章的部分就是讲到撒该一样哦，就是收到主耶稣的感召，他那个整个人那个整个改变哦，就说他有骗谁，他就要他4倍这样。那另外19章的部分还有讲到那个就是10个仆人哦，那个耶稣给10个仆人每个人那个一锭银子，然后就出远门。那回来的时候，仆人要跟他交账。那这个我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说也是在勉励我们说那个就是那个在大事上，在小事中行，那在大事主就要把更多的事情交托我们。那在圣殿的，就是那个耶稣进耶路撒冷以后的那个事情，就是这以后这陆续还会有那个，就我们还可以在刚讲到那3个那个就文士啊，长老跟那个撒都该人问的那个，都也都可以分享，就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东西。好，谢谢。好，下一部的分享完，咱转来行平安礼，平安礼的时阵，咱开始来小做分享完。大家上回请教啊，大家请坐下来，请大家坐下来，请大家坐下来，再打一杯一起。家长可以先，请大家坐下，请大家坐下，请大家坐下。我们现在安静我们的心，每一节在1页要开到现在。
我们要陪同我们的弟兄姐妹受苦，他要开刀，你现在先默祷，在心里面替每一起开刀，再祷告。现在主要到我现在是上课。当你修订第4个时阵，我通给你3个岁会重新换代。我来只买美丽姐，就是别人开刀。错。阮对你用宽容的献手，伊伫个大灵，伊伫美丽姐，是阮的宝贝。是做你宝贝的查某囝，主求你互开刀非常顺利，互医生有智慧，有疼心，开刀非常顺利，真紧就看我徛3个来做好。主求你帮咱看顾着每一个病患，医生的开刀，互伊开刀非常顺利。主恳求听我祈祷，我伫你的面前，伫圣的祈祷，主你讲你一定会应允。做我伫百姓的面前，好大向你恳求，伊伫每一个的身体开刀非常顺利，我将伊完全交给主，互伊心中上个平安喜乐，免惊吓，因主你甲伊三个多在，我来祈祷，我最后所祈祷圣名来求，